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来自海内外700个姓陈的宗亲回到台南制作，随后举办创会50周年的庆祝大会。由宗亲的代表伫庙埕前请火，并且依照礼制请神，这是陈氏宗亲回到50当前创会会所制作有特别的意义。这间陈德祠堂已经起360年啊，好在陈氏历代先祖本来是地仙官部长陈德的住所。清朝以后，族人将这个所在改为宗祠，一直延续到今嘛。办360年的祭祀活动，祭祀呢非常的庄严隆重，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台南市有新济公的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，非常盛大，非常成功。庆祝活动会场嘛，恭请陈姓祖神金尊坐镇，见证台南市陈氏宗亲会跨越半世纪的历史时刻。这摆来自海内外宗亲的代表，差不多700人集合伫台南，作为庆祝陈氏宗亲会创会半世纪，同时联络宗亲之间的情感甲认同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